Hello， 我係 Coffee 林千羽。咁上次咧就同大家示範咗2組柔軟嘅瑜伽動作，今次決定去盡啲，就示範2組又要力又要柔軟度嘅瑜伽動作。如果大家都學緊瑜伽嘅話咧，可以作為一個參考。企喺度，打開雙腳，彎曲上身向前，雙手十指喺地下。將2隻手上手臂放喺膝頭哥後面，屈曲雙手支撐起雙腳，腳掌離地。慢慢將雙腳蹬直向上，頭望前方，雙腳放低，腳掌踩地，升高上身，收腳。首先企喺度，打開隻腳，彎曲上身向前，彎曲2個膝頭哥，將右手手掌放喺2腳中間，左手手掌放喺左腳嘅外側，再將右手上手臂放喺右膝頭哥後面，雙腳離開地面，頭望前方。Hello， 如果你有興趣同我一齊做瑜伽嘅話咧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係 Coffee 林千羽。